主后2023年2月初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重新修复美好关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33章第1节到17节。雅各抬头看到以扫来，搁有400个人甲伊做伙，就将遐个囡仔分开，交予利亚甲吕吉以及2个女婢。雅各将女婢甲因的囝排做头前，利亚甲伊的囝排伫后面，吕吉甲约瑟排伫路尾。伊本身行去因的头前，连7遍趴伫涂骹拜，挖滚伊的兄哥。以扫走来迎接伊，甲伊揽地，搁揽伊的颔棍，甲伊浸，2个拢大声吼。以扫抬头看到遐个妇人人甲囡仔，就问：这个甲你做伙是甚物人？雅各讲：这个囡仔是上帝赏赐予你的仆人的。讲了，2个女婢甲因的囡仔进前来拜。利亚甲伊的囡仔嘛进前来拜，落尾约瑟甲吕吉嘛进前来拜。以扫讲：我拄着迄阵精生是要做甚物？雅各讲：是仰望对我的主得到恩典。以扫讲：小弟，我的已经有够济啦，你的日老咧。雅各讲：毋通安尼，我若对你得到恩典，请你着接受我的礼物。你欢喜接纳我，我看到你的面，亲像见到上帝的面。请接受我带来送你的礼物，因为上帝恩待我，予我逐项充足。雅各再三拜托，以扫就接受。以扫讲：咱来去，我做头前带路。雅各对伊讲：我的主，你知这个囡仔软正，羊群嘛拄啊生，若规日拢咧赶路，规群羊拢会死。请我的主先行，你的仆人对后面，精生甲囡仔会当行偌紧，阮就行偌紧。阮会到以东我的主遐。以扫讲：若是安尼，我留一寡我的人甲你做阵。雅各讲：千万毋通，我的主对我已经有够好啦。迄日以扫出发，照原路倒去以东。雅各行到苏格，伫遐为家己起厝，为精生搭草寮仔，伊甲迄个所在号名叫做苏格。以上，重新修复美好关系。今仔日的经文我读几若遍。雅各甲兄哥以扫化解冤仇，彼此相揽，安尼温暖的画面，互人真感动。我袂禁得回想家己和兄弟姊妹手足之间的关系，有美好的回忆，也有遗憾的代志。我自细汉伫虔诚的基督信仰家庭成长，父母坚持每日清早一定着先有祈祷和读经的生活。除了为阮兄弟姊妹祈祷，也为教会的事工代祷。为互我遗憾的是，父母后来伫分配土地的时失去平衡，也失去智慧，直到规个家族的财产拢互拍卖。因为安尼，阮兄弟姊妹中间感情也起变化，也真侪家族的遗憾。经过安尼的代志做鉴戒，我和阮某伫经营家庭生活的时，特别经营
囡仔因爱互相照顾，彼此和睦，建立美好的手足关系，建立一个兴旺的家族，并不再伫累积偌济财富。有时金钱哪济，反倒哪容易造成亲子手足之间的纷争。一个人若因为利益纠纷生怨，确实平淡度日，还搁较幸福美好。雅各渴望甲兄哥以扫重新修复美好的关系。身在异乡，雅各除了思念家乡和父母，多年来伫旷野饲羊的时，咸菜也常常想起兄哥以扫。愿望转去兄哥的面前，愿伊认错，渴望得到原谅。落尾，兄弟两人相会的时刻到啊！雅各诚恳对兄哥认罪，接连7遍趴落伫涂骹。毋知以扫是毋是因为看见小弟的真诚，就用走的进前去迎接小弟，染抹和三针。安尼的心情，就亲像父母疼爱离家久久的囡仔，浪子将伊转去到厝共款。新罗年耶稣讲的浪子的譬喻，当浪子转去到厝的时，老爸是用热切、亲切的心情，惊往回头转来的细汉囝，安然甲伊揽地，不停甲斟。以扫的态度也是同款，伊走往雅各，甲看别多年无看见的小弟抱条条，这是偌尼互人动容的场景啊！这般情景表达出以扫已经原谅雅各，两兄弟已经互相接纳啦。以扫所展现的行为，甲雅各所想象的完全无相像。以扫不但无亲像早前充满怨气，捌咒诅要杀雅各拄去，也无对雅各歹面相看，反倒表现极大的欢迎，热情接纳雅各和规个家族。两个大查甫人三揽做伙哭。当雅各对以扫讲：“我看到你的面，亲像见到上帝的面。”这句话表达出雅各也捌经验到上主的恩典和饶赦。伊感谢以扫用仁慈的心对待伊，就好亲像上主对伊的仁慈。看到安尼美好的结局，是毋是也互咱想到家己的家庭，也应当往安尼的目标进前咧？咱是一群互主竞选的人，搁较需要伫生活中见证主的名，互人看到基督化家庭美善甲独特。愿咱的信仰见证伫家庭和生活中自然流露出来，互人看见福音的美好。默想，当我甲人失去和睦，特别是甲家内的人失和的时，安怎修复关系？当我甲人失去和睦，特别是甲家内的人失和的时，安怎修复关系？咱来祈祷，满有饶赦的主上帝，阮有相疼，是因为你先疼阮。阮对你的疼，体验到和睦的宝贵。求你帮助我结出圣神的果子，伫生活中甲人际关系上活出美好的见证。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